呢度就係上頜竇，一個充滿氣體嘅骨性空殼。做種植牙時，如果上頜牙槽骨高度唔夠，就需要做上頜竇提升術，呢個叫內提。骨量高度必須要達到5到6毫米，先可以做內提升。一般提升黏膜嘅張力最多提3個毫米左右，韌性稍微好一啲，可能提升3到4個毫米係極限啦。呢個專業學術名稱叫做經牙槽頂提升法。佢同種植牙是同一個創口，唔使另外附加手術，但佢提升嘅黏膜彈性有一定嘅限度，所以最多就提升3到4毫米。外提升係咩呢？叫做側壁開窗提升術，就係在外面用超聲刀去開個骨窗，讓整個上頜竇黏膜去進行一個剝離，向上嘅一個剝離動作，咁樣子我們黏膜提升嘅就唔會受佢呢個黏膜彈性嘅影響，提嘅幅度就比較大，裏面填上骨粉，然後呢度相當係2個手術，先做一個外提升，再進行一個植入手術，時間相對會長一些。做完外提，我哋呢邊要求要7到8個月之後先去做一個植入手術。內提就係同期操作，就係打入去嘅時候同期植骨，就同期完成。內提就會對骨量有一定嘅要求，佢必須要達到一定嘅骨量。